沙板、风帆、冲浪板。现在来到渔光岛海边啊，定定会当看到有不少冲浪高手伫海上展现各种冲浪的技巧，充满力量的姿势，引人注目。伫国外已经流行坐档的冲浪运动，大概是伫咧2006年引进到台湾。其中的划桨板项目，大概是伫咧2015年开始流行。因为入门较简单，现在嘛吸引愈来愈多冲浪初学者前来学习。以前有学过这个运动？没有。那怎么会说想要来学这个运动？我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在玩，就是 SUP 还蛮红的这样。感觉很帅这样。对啊，因为平常冲浪好像看起来很难，这感觉看起来很差。2009年就开始有人在玩 SUP 这项项目，然后大概就是从2015、16开始，慢慢越来越多人在推广这项运动这样。冲浪教练太极表示，南部甲东部的海影比较起来，算是较软、较温和，相当适合冲浪的初学者。台南这边蛮适合初学冲浪运动的，因为它的浪不会到太大，而且以西部跟东部比起来的话，西部的浪会比较缓和，比较软，我们会讲说比较软因为它力量没那么大。因为东边是太平洋，太平洋的力量比较大。它西半边它浪很大的时候，只有台风的时候浪会比较大。其他的时间其实浪都会比较力量不会那么大。初学的部分其实也不会到太难，因为如果环境选好选对了，那初学就比较容易操作，对，就不用去太在意说有浪太大或是风太大的部分，就可以很专心的去划桨。夏天到啊，伫海上如果会当展现冲浪技巧，想当然一定会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。民众现在不妨前来渔光岛月牙湾，欣赏这冲浪高手的海上英姿。国脑联合活动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好，谢谢。